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来到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的直播现场。首先为您介绍本场评委，他们是著名音乐家、作曲家何占豪老师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金靖老师，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陈丽宇老师。本场共有12位选手先后登台，同时呢，网上投票通道也已经开启，您可以给您最喜爱的本场选手加油鼓劲儿，直到最后一位选手表演结束，这个通道就关闭。如果本场得到票数最高的选手处于淘汰区，那么他就可以进入待定区。如果该选手已经是晋级区或者待定区的选手，那么就不改变比赛结果。首先登场的是13号选手，来自南京市越剧团有限公司的张琪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宝莲灯》《劈山救母》。
13号选手张琪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，恭喜张琪成功晋级汇演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4号选手王露露，她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徐策跑城》。团山发来了3000匹不乘何马？
叫虚坤，虚
24号选手王露露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那么这样，王露露就暂时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5号选手沈佳敏，她来自于绍兴小百花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白蛇传》水斗。父许仙来到宝刹烧香，比肩为证。万望老船师方策许郎，与我一同为转前堂。许仙以修法为生，皈依佛门，怎可与你这妖孽为转前堂？请来。
15号选手沈佳明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打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沈佳明进入了淘汰区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投票情况。目前票数前3甲的是沈佳明、何青青、陈丽君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他将会得到从淘汰区深入到待定区的权益。欢迎您给您喜爱的选手投上宝贵的1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6号选手于米，他来自于桐庐越剧传习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15贯沙游。事情天来急再早，倒霉神向我来啊子，一不为金沙，还不为中天。
多，那么里头旁一多，那些金榜银锁，可今夜到夜尽从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到夜尽从。早晨刚刚撇来也别急，这很生气不好，统统死光大街。谁说预料这副过千人？再有多长之中，既是行家，那一下手想反抓也没有本钱。我是做去吧，我是做去吧。哎，有路家，我有大门的过东湖为先。啊，像是有才杀猪了。啊，让我进去塞他几斤肉，抱起一顿再杀。月儿，大姐。哦，原来他这奴才离心，一定啊是老酒吃醉，所以嘛忘记关门，忘记熄灯。桌上有半一副，让我推得起，给他几分也是好的。见他枕头下面摆着许多的铜钱，哎，各吃了下不大，才须高照你看暗笑心惊肉跳，放在枕头没有多半。是今是预料到不惜不交，去到赌场一大赔，踩他光。要是把我赢了钱啊，去到机关去公报，再到机关一告。
我也不做，而不许！16号选手于米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金老师又亮起了一盏灯。那么于米就暂时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7号选手吕学文，他来自于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，展示的剧目是《龙凤花烛四季一》。
青山苦苦二起玉高，女那两毛虽好，一骑单衫定要披，老友总下山佛梯，一年是苦难舍眠。你苦等下勤公道，莫负真心苦思念。
17号选手吕学文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吕学文遗憾地进入了淘汰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18号选手陈佳佳，她来自于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八珍汤·风雪街头》。
是谁呀？怎么？我人家夫人比你前的这关与我的呀？不是的，老妈妈。我趁老夫人将我被万岁里的时候，拿了一件衣服来请你当封的。不，你家夫人的脾气我是知道的，不要连累于你，不要连累于你。我才不怕他呢！来，我看你浑身是伤，再这样动下去，可怎么得了啊？老妈妈，我还趁老夫人不迟疑的时候，拿了块金米勒布上供的点心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不，这米勒夫上过的点心吃了谁不？哎呀，老妈妈，你还想这么多干什么？这满天大雪，不吃不喝，谁又能来救你呢？我不管用他。老妈妈，要是不是这样子，一切与我承担。你要再不吃，那就没有命了。老妈妈，你就把它吃了吧。曾然向我申诉的预兆不成，而风难行。这大雪万天，救生父们，省去了我的性命，你真是巨苦巨难的，我不杀。老妈妈，诚然，诚然。几回家破，男儿闻名，风大雪狂，举我在身。欢喜你这闻名之恩要深。当用钱包带来身边全当，当当一定。老妈，18号选手陈佳佳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为选手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陈佳佳告别了我们的慧眼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；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上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，
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的排名情况。目前排名前3甲的是沈佳明、何青青、陈丽君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被淘汰了，那么他将获得淘汰区升入待定区的权益。欢迎您为喜爱的选手投上一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0号选手高小燕，她来自于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《珍珠塔跌雪》。将你身上的包裹给我。这包裹里面乃是一把关定信，难道要我亲自同死不成？待我见与你宽就是了。啊！
穷气度放生意，精算怪你两太下。事情失落怎知他生气你难得把公弟，公弟呀！可叹你一片忠贞先生龙哦，他有千里继续报，遂了今生身遭险，换得红丝冤难了。母亲娘，可叹你十夜一门归。长断关山二不当，姑娘啊，可叹你知情不知怀心今生我是你相依，方家钱你怎难逃？20号选手高小燕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亮灯。3、2、1。高小燕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1号选手郑东晴，他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心比天高》焚书。
这所讲是我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恩义的见证，爱的结晶这是他与西亚的见证，不是我的前程。这是他与西亚的结晶，不是我的名声，不是我的名声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的名声。我后悔，我好恨。分把本事我的郎，千卷且从。这所讲是我与西亚的心血，我们的孩子恩义的见证，爱的结晶会了。
21号郑东琴选手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亮灯。3、2、1。非常遗憾，郑东琴进入了淘汰区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2号选手孔丽丽，她来自于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，展示的剧目是《胭脂慎思》。路匆匆，所生堂，却偏在。曾是谁子？见桃叶，恰叫我举步无奈。想那年金榜高中前看戏人子我言他高官何如非所旁，自才虽苦，怎理你？是文言。谁在心？他愿我永守此子同情云，平言他是不知他多风险。凡事常须诚实此言我深深
去说是披战衣，我说是推翻原派与重生，难免是口小马身，平复批判的爱心，二番天地情。22号选手孔丽丽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
恭喜孔丽丽成功进入晋级竞演。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，本场共12位选手参加展示，每位展示时间不超过15分钟。每位选手展示完毕，由现场3位评委亮灯决定去留。若3位评委同时亮灯，该选手直接进入下一轮展示；若2位评委亮灯，该选手进入待定。若仅1位评委亮灯或无人亮灯，选手则将遗憾告别汇演舞台。欢迎回到粤美中华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汇演现场。东方大剧院 APP 的网上投票通道正在进行中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目前选手票数情况。获得选手票数前3甲的是沈佳敏、何青青、陈丽君。本场比赛获得票数最高的选手，如果他已经被淘汰了，那么将由淘汰区升入待定区。欢迎您给自己喜爱的选手来投票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3号选手陈丽君，她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是《周人哭妻》。长街影。翠城，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小人！看看你的奶油就用地践踏，小人！践踏，小人！践踏，小人！践踏！打死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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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向我追称，回居神兄，为报神寿，一起退烧先于年成。我那一起他自称未曾自问。如今我被忠臣所骂，忠臣脱党，我欲可难辨陈什么？
多少夫人之母，尽是其命令。多少夫人？多少夫人？多少夫人？哦，那确实的言情。
同眠，与其同眠。风雪里，风雪里。23号选手陈丽君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给选手亮灯。3、2、1，恭喜陈丽君成功进入晋级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4号选手何青青，她来自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，展示的剧目为《情探行路》。叫归阴哪里？叫归阴，害人验证了你的可诉，命俺带领归者前去捉拿王奎。当真？
动地。梁山泊。梁山泊谁？弹琴声那密语，送名花儿郎。对八条好货，藏你不唐东方一丝情，似光涛怒随。原来是皇后东去，好像是不可乘风山川赞美。当初变成儿君，想起了多欢事，该欢山水，赵姑娘借他报土扫宫，破地盆
此刻。教归于你在此扫台，太俺带领鬼子前去捉拿王奎。24号选手何青青展示完毕，有请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何青青进入了待定区，等待首轮复活的机会。接下来登场的是25号选手张菊秀，她来自于杭州越剧院，参赛的剧目是《青春记》。哈
再做梦吧。不是梦，不是梦啊！千岁爷识相安群，千岁爷识相安群。他去了识相，他去了识相。薛明贵不是说总是仙缘的吗？你怎么可以把我两在一旁去了识相？我实是也想的那个你，我早些已满盼望的那个你，那个真
为父曾以纠缠，我虽生死若一次间，宁愿苦守高头子啊，不惜我父不为要还就这般色月圆，就这般年年，总算是盼夫盼得不为尊，求得为一个是花是鸟美算卷真芳华，笑语言算声甜甜，更与平贵风雨两共伴，苦乐相伴18年，这18年，你那里每家要赴约馨香，我这里我也在帐边苦餐。你那里玲珑草温馨泡沫味，我这里银白银针谁问人？18载青春残，18载苦忧，18载长判断，18载徒责难，18载我是青尘泡月，心血煎熬，苦水苦等，苦泣苦盼，苦水苦等，苦泣苦盼，等等等，盼盼盼，却盼泪，却盼泪，冷冰冰思情一层层，无心无你的凤冠呀，配与我相走宽相风过呀配18载我要苦守家有意，到死期百载难载，王宝钏。
25号选手张菊秀展示完毕，有请现场评委亮灯。3、2、1。恭喜张菊秀进入下一轮的晋级。本场12位选手全部展示完毕了，您最喜爱的本场选手投票通道也即将关闭，票数最高的选手将获得淘汰豁免权。现在让我们有请3位评委老师对本场选手的表现进行综合点评。你来吧。总归是前辈。今天我觉得我非常激动啊，我们的青年演员表现非常突出啊，特别是有一位青年演员，我看呢，青出于蓝，有希望胜于蓝。他表现的不仅是高远，好像是一个高峰，所以呢，我对这位演员特别的爱和敬佩啊，希望他成为新一代的最优秀的演员。同时，我也要指出来，就虽然是个人表现、个人表演来比赛，但是离不开导演、舞蹈、导演和音乐啊。对，这个有些演员本身条件不错，因为我们创作念打都要符合人物的剧情和感情。是的。那有些演员显然导演给他设计的动作与他的情感关系比较少。那么音乐啊，我特别强调音乐，就有个小花脸嘛，他表演还不错，表演不错，但这个音乐没有给他帮忙，这个音乐是普通的唱腔，使他很难发挥。但是我觉得啊，我们还是给他进入了这个怎么叫什么待定组啊。所以呢，希望像这一类的演员，待定的组的演员啊，希望导演、音乐啊，再继续努力，帮助他们杀出战场啊。讲得真好。金老师，您先。看了也非常的激动，我真的是庆幸我们粤剧是这么做，能够这么做，看到那么多的年轻演员啊，他们在唱作念打，我觉得基本上他们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啊。尤其让我感动的一位演员是叫陈丽君啊，还有张觉秀，他们两个唱啊，真的是让我感动的流泪。他们是用心在唱，小生表现的风流倜傥，而且节奏把握得很好。花旦他是青衣，懂得节制，节制是很重要的。看上去就是有品位，否则的话就很惨。那么我就不想多说了，因为接下来还有别的老师要说啊。希望竞赛的就是乐秀们啊，再接再厉，加油！那今天呢，我感觉特别的激动，就是在13年前，我就现在的思绪就会飞到13年前，就想到了当时的自己，真的是何老师、金老师，我觉得这个台上的所有的选手的这种汗水跟泪水，我就觉得如果再过10几年以后，大家看到这个，在回想这些的时候，都会觉得特别的欣慰。我曾经努力过，我曾经争取过，我觉得这个是留下了最难忘、最美好的回忆。而且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哈，就是我觉得我们作为演员在舞台上，真的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所有的老师。我刚才在看那个包括院团的这种大力支持，像其实很多院团都很支持，包括刚才看就一个绍兴小百花的一个《白蛇传》，这个水痘的一个片段，大家都是大家齐心协力，我觉得特别的开心。有组委会的支持，搭建的平台，有这么多好的老师指点，我觉得选手们真的很幸福了。
祝愿大家能够再接再厉，勇夺更好的成绩。这是我的希望。感谢3位评委的精彩点评。我们的投票通道呢已经关闭了，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人气的最佳选手。第1名沈佳敏。沈佳敏刚才是被淘汰的，那么由于他现在获得了人气榜的第1名，那么他就由淘汰区进入了待定区。好，粤美中华青年粤剧演员大汇演越秀组首轮汇演第2场的展示全部结束了。进入晋级竞演的选手是来自于南京市南京粤剧团有限公司的张琪，来自于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的孔丽丽，来自于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陈丽君，来自于杭州粤剧院的张菊秀。进入到待定区的选手有来自于杭州粤剧院的王露露，来自于绍兴小百花粤剧团的沈佳敏，来自于桐庐粤剧传习中心的于米，来自于温州市粤剧演艺中心的高小燕，来自于浙江小百花粤剧团的何青青。恭喜这些选手。那么我们的越秀组的首轮汇演的第3场将于明天下午的1点半正式开始，也希望观众朋友们明天继续收看，谢谢大家。